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北捷运环状线北环段的出土段，因为是规划伫个新北产业园区的主干道，引发着争议。台北捷运早起来召开着说明会，现场的气氛火爆，500外自救会成员到场抗议，质疑台北捷运违法，讲这会去互这个货柜车出入困难，嘛会互用路的民众陷入个风险当中。说明会时间还未到，场外自救会成员拢已经到啊。虽然无法度入去会场，不过表达诉求就是为着北捷环状线北环段出土段，就伫真无用的新北产业园区主要干道。我们解决的方式，人行道消减，转角扩大。虽然敢若500公尺，不过影响到周边上百间工厂，搁有伫产业园区出入的上班族未来的交通安全。他们的规划方式根本就违反了《道路交通管理安全处罚条例》。大货柜车呢，必须要从内侧右转，要从外侧左转。盖下去之后，人行道不到1.5米。我不禁想要问，那路人怎么办？骑脚踏车的人怎么办？说明会大家的火气拢真大，支持和反对的民众互相呛声来表达立场。虽然可能会互当地经济活动兴起来，不过安全第一是绝对袂改变的立场。